位在新竹北埔的南埔社区，因为地势平坦，适合农业发展，又遇上客家人对传承文化的坚持，所以把早期村庄的日常完全保留下来。下一站，我跟默默要回到阿公阿婆生活的年代，体验一趟复古之旅。阿姨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准备做稻草人啊，杂工音呢。那怎么做？那你想不想体验看看呢？好，那我教你怎么做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我们首先要准备这个支架，对不对？支架是等于是说人的身体的稻草人的骨头，对不对？那再接下来呢，你就这样拿起这个稻草一大把，好，把它对折。那我需要你的协助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你来协助。好，固定在支架的这个头部。好，那另外一位，好，就是拿起这个对折，好，扭转，转到底，好，再把它塞进这个结头里边，对，嘿，这个要再绕紧一点。耶！稻草人就这样完成了耶！老师，稻草人是干什么用的？台湾农村是把黑掉温龙哎。哦，原来是赶鸟用的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走，我们去那边好像还有很多好玩的，走。了解这么多知识之后，我跟默默还要享受一下乡村美食的原始风味。默默，有没有觉得听年挑白改剩饭超棒的？还有盖鹅可以吃哎，你想要吃什么？我想吃玉米。你想吃玉米，我要吃鸡腿。这也太香了吧，老板。对啊，这个是我们客家农村最道地的控窑鸡啦。我们历经从生火到烧窑3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才历经出来这个对3个半小时。哇，为什么是蒜头吗？还是什么的味道？里面有大蒜，还有我们的特制的中药包。对，非常的棒。哦，因为他焖了3个多小时，对不对？对，超入味的。好吃吗？好细。好吃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超香的。默默，你最喜欢吃土窑里的什么东西呢？饭酥。这里好有趣哦！下次我们还要一起来听年挑白改剩饭。